爆㗎。咁不如你嚟錄下呢段片先，好嘛？一齊睇下。好，唔該，去片。喺1997年2月28號，喺加州一個繁忙嘅商業中心，好多人都如常咁工作，冇人會估到呢一度將會有一場驚心動魄嘅槍擊事件喺佢哋身邊發生。一個悍匪打劫銀行之後，正與警方展開對峙，就連到現場採訪嘅電視台攝影隊，亦都受到流彈嘅威脅，險象環生。悍匪用 AK-47向在場嘅警察亂槍掃射。對峙已經超過1小時，悍匪想揸車逃走，警方知道呢個係佢哋最後嘅機會，所以第一時間衝上前，同悍匪展開死亡搏火。事件終於結束，悍匪難逃法網，警匪搏火，總共1100發子彈，9個警員受到槍傷。嗱，大家有冇同感咧？即係石修做旁白都有壓迫感嘅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即係緊手壓住，好似逼住你咁樣嘅，呢啲咪正如阿 King Sir 講，個劇本寫得好。嗱，呢啲係你嘅風格，但係我就發覺咧，阿牙聯寶啊，呢啲咁嘅直情咧，全部係第一目擊 feel 呢啲嘢嚟嘅。咁你嗰啲咁嘅哭泣感性 feel，如果你係配呢段旁白點搞先？我諗我都可以盡量去試試。你又搞啦，好嘛？好，你又嚟，好睇下呢個哭泣感性。打劫銀行嘅故事係一個無盡生與死嘅故事，來來總有悲有喜，但係結局總會叫人唏噓。呢一間銀行已經成為劫匪嘅目標，無辜嘅記者阿信將會飽受血擊，因為大賊阿金相信大自然弱肉強食嘅定律，所以就用 AK-47搶入弱者嘅金錢。另一方面，虎視眈眈嘅警察正等待機會捕獵阿金。絕望嘅槍聲帶嚟陣陣嘅哀愁，阿金拼死嘅掙扎都難敵天意。喧嘩過後，大自然又恢復平靜。不過我哋隱約聽到城市正在哭泣。真係拍案叫絕，真係冇得頂，佩服佩服。嗱，咁一個打劫嚇，咁都可以講到咁有哭泣 feel 嘅，真係佩服佩服。好溫馨啊！係好溫馨。係啦，King Sir，咁你個鄉土情懷 feel，唔知配落去又會點咧？係冷靜啲，用第三者角度睇睇。好，咁我哋又會睇睇啦。唔該你啊，King Sir嚇。喺好耐以前，啲賊人認為頭上有片瓦，腳下有塊土地係唔夠嘅，所以佢哋不惜離鄉別井，漂泊半生，走到偏遠嘅世界角落去打劫銀行。攝製隊幾經辛苦，終於揾到阿金，佢憑住一支 AK-47去開拓佢個夢想。有賊嘅地方就有警察，而有警察嘅地方就必然會駁火。喺打劫嘅過程，我哋固然見盡滄桑，而其實每一個賊嘅背後都有一個蕩氣迴腸嘅故事。喺聽晚，我哋再同大家尋找一個流散失落嘅賊人血淚史。一絕真係冇得彈咧，真係！哇，連預告都做埋。啲稿寫得好，啲稿寫得非常好。唔係，其實稿寫都要即係好似度身訂造咁噶嘛，要夾噶嘛，即係呢樣嘢。所以我話咧，以後咧。